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讲？英国虽然侵略了埃及，但是他也把文明带给了埃及。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啊，当然不会，我们给他们的文明，文明是这边给他的，对，这是文明源头，这是输给他的。就我们可以进口的随便的东西，但是文明我们都是出口的，就一个东西，我们的一个东西出口的不完就是文明，另外的东西都可以进口的，但是这个文明都出口的，这就是四大文明古国的语气了。对呀，跟咱们一样，这是人家的硬通货。对对对呀。咱们2000年的历史的文明已经给我们的7000、8000年的历史的文明的出口的文明不会，文明是我们的工作，知道吗？我们的行业就是文明。我的妈呀，把文明做成了行业了，当然是，太牛了。已经在这里又开始演到夜景，今天晚上开始要表演东西，好像是的。